打这就看，来，跑了，一头长国小，看头长国小，宋江镇。花刀大天府，批款7条批安清照大典到丁秀，洪德主用午餐的时间，向天王大士爷、观世音菩萨慈悲化现。我股的推打是跟风送的，马林这里他在说莫都大战有武功，战平战，临床说明地位有序，取得大胜，整支队伍地位从兵法转化为武力，这就是战虎在战争中的规定，让战士们在混乱中重新找回信心跟冷静的动力，以武前进，迎军收兵。这是古代古称指示战术，前进拉敌，退困士气，可以听罗生下达撤退的指令。指令虽然简单，但是既可以之间蕴含着攻击的战术。如果运用得当，自然能发挥团队的效力。所以学校每年新生的活动都会以战鼓活动来揭幕，让新生能感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和振奋雄志的信心。在这节目，由全队这些来参加安内国小的战鼓队，再来国鼓这边的表演，谢谢。咱在地主地咧，会使讲表演的非常精彩。说来，这场的表演呢，是来自我们北市国小的太鼓队，北市国小太鼓队，北市国小请。天将进击啊！关将手。天理眼将军顺龙尾将军，天理看，天理看，顺龙内将台将军，丛林县府开发中，开发丛林。咱北市国小是咱华高在地主地，今日咧用着上个天气的。
赞哦！啊，因为咱现场人潮非常的多，所以咧，咱各位来宾咧，咱注意咱各人的财务，注意咱各人钱包吼。咱互接溜有接手的机会，接手的机会。咱虽然注意咱。